我才不搬呢！这套房南北通透，光装修就花了我3000万，你就赔我3毛钱，我眼泪都流下来了。领导讲了，只要你愿意搬，钱都能谈嘛。我谈个毛线呀！没一个亿我绝对不搬。他从我爷爷那一代就传下来了，光线通风那都是一流的。就这装修还是我爷爷从英国请的设计师呢。你们这帮爱钱刀的，不赔我几个亿，我绝对不会搬的。爷爷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咱们的大平层要被拆了。哎，随便去啊！来，开工了啊！我的大平层啊！我你妈的，咋又回来了嘛？这是我唯一的财产啦！我家族奋斗了3代也才买了这么一套房，你说拆就拆了？这套房在十里八村的确算是豪宅了，像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的确不多了。但越有钱越要学会低调嘛。你见过大别墅，哪个人不嫉妒你嘛？咱们会陪你一套一模一样的，就在厕所旁边，洗衣做饭也方便嘛。我的大平层啊，我的大平层